来看桃园头一件公家甲私人合作的民办镀金北门埔仔镀金案，伫要动工咯。未来是要起24层楼高的大楼，计共是有132户，2026年会完工哦。未来政府本地的空间会规划做图书馆，部分做社会主体甲公益设施。捷运绿线至空北站，桃园市第亚公司合作的民办都市更新案桃园区埔子段镀金案已经举行开工动土典礼，要起顶面14层以下3层的主体大楼，要伫2016年完工。有132户，照用这奖励关键甲关公有部分收复营分回图书馆主体单元，也有优摆个空间。我觉得这样很好啊。怎么说？就是类似资源利用这样。很好啊。怎么说？就是说可以给民众方便。2楼整层的图书馆空间大约是260坪，也包含了独立的一个出入口，那也包含了共享运具的空间。主体发展处表示，除了第亚公司合作的民办镀金案，目前公办镀金也有建工街警察宿舍、中兴巷、复兴路、东门停车场4案，分回部分营造社会主体使用加公益性设施。民办镀金也朝向关键公益性设施为主。除了政府努力盖之外，我们一直主张政府应该透过各种都市开发的相关的规范跟手段，然后引入民间的力量，也来取得社会住宅。社会主体推动联盟表示，台湾社会主体数量也是不够。这几年来，也一直主张爱用多元方式提到社会主体，亲像镀金、都市计划变更，或者是整体开发手段内底，政府拢该提到一定数量主体优先作为社会主体使用，也提醒分配合理，唔通独立建商。记者综合报道。